有报有有报成，他那9点半了，所以我讲淡薄一个叫做咱佛教，咱安怎教育咱这个亲戚五月离开了世间的，这个咱爱明白啊，今日咱来对佛的假释有2项咱要知，头一项是咱唐人的风俗 custom。这个 custom 甲教无相 ，custom 就是啥物啊？咱唐人的风俗啊，逐个家庭烧甲伊个公妈，若人一年有3斗，清明、7月半，甲年尾要逐间厝有讲拜公妈，这个3个时间。这个是对咱唐人的风俗。落来啊，咱搁要再搁一项啊，那是咱的亲情死了，正叫咱唐人做头七、二七、三七、甲7七49日。这个本是风俗，本唔是 religion 来，所以咱要分开啊2项来，一项是风俗，一项是 religion。特别唐人的迷信较加呀，伊讲啊，这个渐头七、二七、三七、4七甲7七啊，伊讲啊，我人买做有生的，我做头七、3七、5七、7七，你捌听人讲安尼无？啊，了2七、4七、6七，伊人无做，特别有的人分做。所以这个啊，甲了是对这个迷信2项。第3项7月，本是上逐人拜公妈，本是用这个风俗来拜，因为咱唐人相信讲7月阎罗王放生伊学生啊 ，holiday 7月日 ，holiday means 伊人放出来，特别福建的在来讲。到来放出来啊！阎罗王要安怎叫伊转来啊？因为转来是就要刑罚，所以逐人若是到出来了啊，伊唔敢倒转去地狱了。所以这个物件本是风俗来啊！这里唔免到7月，年尾逐人本要拜，虾米事要拜？因为逐人想，今日我一年大，我生日日好，也是安怎样，所以想甲伊公妈，伊拜，这个本是风俗来。对这边不大讲啊，那是搞的人啊，咱的理不大有讲啊，到底这个叫做释迦罗瓦拉的经，这个啲行后爸母的经啊，不大讲啊，逐人希望爱有囝。虾米意思？伊人要有囝，第5条的理由不得讲啊。有到一个点声，我老了，我无定着无通去出世好的所在。追会求啊，是我的囝儿会求啊。迄条不得讲，第5条的咱在我的人啊，就要想甲爸母，伊生我，伊互我读册。伊真正惜我，伊放家伙互我，有时查某讲伊放金器互我，有了安尼思想啊，咱想甲伊，咱保持，正这保持互这出家人，也是保持互咱的爸母这虾米，这个就是讲伊正福的背地，你看他听我听已经啊，这边伊只正福，随伊谈，跟伊去后世啊，无啊。别当斗嘢，系啊，唔通讲话谢，所以这声未走入啦吓。我唔知啦，我未晓啦，我是 I do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electricity。我知篤开火，篤吸火，安尼样。Very easy 啊，唔使去想啊，安怎斗安怎来。Hello， 我俾你听到未？会无？会啊！哦，你人外面坐较无热的位啊，唔通坐有热的位，较顶黑黑乌乌了，人讲来面当时我乌去了，你看。
甲大人爱水啊，阮就海人，所以这个12月，大人淡仔有了了，我甲了有了，伊有了就哇，12月大人本是有风俗的啦，烧甲爸母啊，烧甲公妈，所以人拜咱的在亲像5月拢总归死了的，咱不得讲啊，这边你保死。这边啊，你看，你可以送来讲，你送一条假西，也是这边非常之食。了伊讲，伊人咩也啲人好拄，你我去看啊，伊扒了，我喙去洗了，咱你来好假西，伊穿红光纱了。because 不得吃一条筋真正病，也头话的话不拉不嘞不哩不认的，这边你下，这边伊有了。because 他们属于讲啊，不得讲，咱的功德像个水安尼，流水啊，伊无讲流去悬的，伊得着流去隔壁，伊他那悬，伊得着流较低。所以 next to 咱做人啊，就是讲这个牛鬼住伫咱的隔壁呢。所以这边呢，伊人随谈。所以今日我头仔要讲的啥，咱要明白啊。两人的风俗甲这个 religion 教，所以若是讲咱若是不得教，一个人若是教的人啊，伊就要想啥物啊？我的爸母也是我的公妈，剩这个机会互我，也是种下几个啊，也是种下几互我读册，今日我马路才会进步。and 伊若是见有想着安尼啊，伊要答伊爸母前，也是伊公妈的前，伊就保持 ，and 伊还较紧个，哇，所以到伊若是安尼啊，伊若是讲啊，想甲伊爸母甲公妈了啊，伊若是搞的人，伊就要保持。他们所以就要保持，因为真正济咱的公妈，真下久毋捌听着经，所以人要断开的点声，伊人逐个所看心啥物啊？真正济项伊人看心。家我今日毋是回乡，我今日是在家人。咱今日我9点声我要离开，你知无？真正济老人来要离开，我会叫到你，互我看一下。若是家一阿狗倒落，我要看伊者，看伊了，我才甘愿要去。这个我要看一嘴，我要看一嘴。哦，有时我无倒落，叫伊来，看我如果真个是水啊，反正我来死都毋通对人。这个干了是啥物啊？不得讲执着 attachment， 人若是有执着或 attachment， 伊100%不得讲。伊 miss 这个机会，通来出世做人了，无了。所以一项会做伊啊，无通离开，好好啦去出世好的所在。伊无好，伊去到了出世4项，第一个禽兽恶鬼妖精妖怪。guarantee 是安尼，到外无来做人，大人会惊。所以这个是头项。第2项，有的爸母要离开世间啦，伊想甲伊的囝，也是想甲伊某，连睬我都无啊！了我的囝若是红人，真正歹哦，食白粉啊，流啊泪流甲我睇那真正艰苦。伊安尼想啊，伊的心叫做嗔means 伊厌，伊无欢喜，伊无通做人。第2项无通做人了，第3项伊乱。唔知叫无，唔知好无，我伫做安尼物件。伊人讲我出这个，我出了，伊人互我一张certificate讲，若是讲连落王叫我要带我落地个，我讲就要摇去看。特别我烧了，唔知这个，他顶要摇连落王，唔知个有会抓个有烧了，个连落王个看会到未？所以这个物件乱 confuse minded。所以这个3项就是贪、嗔、痴。这个3项有了 guarantee 无做人，很多人想看10个人啊要离开世间，正是这个3项的对话，会使讲100人啊，99人想这个贪嗔痴，
到那有了这贪嗔痴，不得讲啊 ，no more，no more 咩啊？无了咩啊？无了做人了咯，无了做人做咩啊？上帝咬，上帝好，做恶鬼。所以你来看世间真正济人啊，阿公还未死，厝正平安；阿公死了，他等这个看到，那个看到，等七做七的时候，讲那你看了，咱们也唔承担啊，这个拢讲个了是有的是疑心，但有的正正伊要互你知，伊都对来 ，because 他们说，伊要互你知讲伊欠用物件。所以真正这伊到底出现要互你知是啥物啊？头一项要互你知啊，我做恶鬼。我有听讲一个朋友把你无偌久，这边把你出山无2-3日呢，伊入一个人，伊家己亲情，安尼讲我喙大要讨食水，甲要讨食饭，你来想看。这个人无去想，无去虾米，哎呀，毋是讲正伊个囝，虾米时候这个人？because 这个人伊买无在做较前期挖来，伊落想落当个呢？伊讲我要食这个，我要食好咧。虾米时候伊要食？到伊若是要食，人讲伊是做恶鬼。所以真正侪人讲，无啦，我人回想讲啊，49日才来出世。这个就是伊出世做恶鬼，伊上古你看袂到。特别真正济人正来路的，你无调底注意的时，你看垃圾有地边啊。特别你挖头去看，都无去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做鬼啊，做地大啊，伊人的 dimension 无相，伊人的目无相，咱目睭看袂到，真正济伊人会看到你。特别看到你啊，你伫头前，伊本会行 go through you。你个人若是讲看到安尼就青惊，所以这个物件咱要知伊人的 dimension， 伊人的眼无相甲咱，所以真正济伊要互你知，虾米说，互你知讲伊有地，伊要讨趁啊食水甲食饭，福建的再来真正济multi-millionaire，伊要搬厝，伊讲我甲他一顶的牛车伫载我金的物件，金器啊，我想咱要一剑顶的金器本无当找，伊用牛车底的金器，咱你看伊就出事了，伊做恶鬼，这边死那恶鬼挺开，咱不到来出事的时啊，了不到性格恶了，或叫伊54年做恶鬼了，咱们是较老较early一点不到点啥，咱回想这先看到，为什么讲？哎呀，你安怎的自己安怎你伫倒落来？咱伊才讲我是恶鬼。安怎安尼歹命，回报骨呀？伊讲啊，54年我无看到一点饭，一滴水，我本无看到。所以这个你会知啊，到伊来出事做恶鬼啊，是真正歹命。自己会救伊，子孙会救伊，子孙救伊虾米说啊？因为伊心发了有情甲少，甲再讲我的责任，这个3项的行就是真正好的行。再讲啊，我的father是我的grandfather，互我读册，应该我就保施予伊。这边都保施予伊啊，虾米点声都保施，伊虾米点声伊来抢这个功德。所以这个我就伫讲安尼头一项啊，风俗。甲这个教，第2项我要讲你听，第2项要紧怎么样？武大的话2500几年到他那，无一个人，无一个博士，无一个强人会来证明讲武大讲的话，一般是讲错唔对话，up till now 唔捌做一下。这边我有讲啊，4-5项互人听。头一项啊，佛的点声有一个回响，伊名高啦，伊伫修这个苦行，上啊高，伊4脚白，咱人来互伊物件，伊无，你掂伫涂骹，伊摕伊夹了来食，所以伊是修这个苦行。
按忽一个回想，点无点看到伊，再看到伊了，讲哎呀，这个人受苦刑，安尼凄惨，无听到伊是生了死过罗汉，按不到大啲头前挖头去看，孙啊疙瘩，孙啊疙瘩，你睇下看到这个人，你虾米伫想？你想讲啊，伊行路着路，伊行路唔着路，唔着路咧就做，咱不如听我不得讲啊。国家7日后，这个人死，头一项伊讲，第二项啊，伊讲啊，伊乃死的时啊，伊住伫一个所在，有了一个叫做 Birana Grass， 就会草，伊掉伫迄个草的位。第三项啊，伊乃死了啊，你若是刚去问伊啊，你去出世大陆，伊会答应你一项，讲我出世做阿苏罗。第四项。啊！这第三，这他第三是，第二是伊讲出世伫咧草的位，第三伊讲我嘅把日第三项我要出世做阿苏罗，就好款的阿苏罗。第一凄惨，较惨上要上到牛鬼啊呢。咱第四项啊，你若是讲问伊，伊会答应你这四项。伊出世阿苏罗个不要紧，你若是问了，伊会甲你讲一句话。我出世叫做格兰格加阿苏拉4项，咱你知无啊？咱嘅这个会上啊，伊名是对佛的假事，特别伊嘅心啊，伊无信佛，伊到底要来去看，要有功夫了，伊要想讲要乒乓要搞，讲伊想搞，所以不大该讲安尼了。这个会上囝就去讲我哋人家，我的先生讲啊，7日后你会死啊，你安怎做啊？啊！伊个讲啊，把这路死是因为都食上饱死啊，所以佢讲你安怎做啊？伊讲啊，咱安尼做头兵啊，做头兵安怎啊？今日起啊，7日我买食饭，所以7日伊无食饭。第二项啊，假如无食饭了啊，伊讲啊，过了7日我看，我若是活，有得讲错话，特别。头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到第7日呐，伊会搏到腰甲袂当喊，咱伊大食，人就互伊食，食了后了伊死了袂要紧啊，伊倒伫一个所在，人讲拖走，拖去冲顶，特别去到要冲顶的位啊，有一个草叫做 Birana Grass， 大啲咧草顶就青条。拖来拖去袂使，拖来拖去袂使讲，要本只暗了啊，无要紧啦，歇掉。了后得了马仔啊，这个回小囝就去看到，哦，这个人死了，算起来有要对7日，然后你安怎做？一去去看，哎呀，迄个草比咱那 glass 有滴，然后买来伊举咧手。病去这个人，伊讲朋友啊，你出世大陆，然后伊讲格兰加加阿苏拉，就扑倒落去。他那啲这边啊，真正侪人会问我，安怎死人个要讲话？大陆就咱用 common sense 来问，特别这个啊，佛会叫做行动力真正济，有一个行动力是佛一人来才有。By the power of 这个行动力叫做伊叫做这特别的行动力，当伊会讲伊出世做阿苏罗的，所以到因呢后讲落去了，本来伊知这4项着，这头一项，搁一个所在坎达拉马苏卡，这坎达拉马苏卡本是外道教的人。and then even 系一个愿，我这个即是啊，渐做叫做 naked ascetic， 无偷无穿衫裤的，这个教。第二项啊，我无当着查某，什么是正特别清气的。第三项啊，我无食饭甲糜，我所食是酒甲肉。伊样嘅教先呢样，叫做你嘅ascetic。了第4、第5、第6、第7，伊讲啊，我无过这个城，迄个城
东南西北的声，我无达到，因那都是一点点大啲咧北间的所在那边啊。安尼不得讲啊，这个人家无偌久啊，伊看那是那个的，家无偌久，伊要穿衫裤，伊要教人，伊要食饭食乱食，and then 这个死的声，伊讲伊无去，伊出甲乱这声，and then 伊死了的时啊，无一个人睬伊 ，because 伊的教，伊的戒拢总甲了无影无食。所以伫这边啊，你要看，不到也未知的时啊，看到甲了，讲出甲了，and 这个个 proof， 到底这个啊，你讲你家啊，有人去读这条经有伫。个第三项，我要讲个听，不到有讲互人听讲啊。我离开了世间，过了3个月，阿难达会谈4个罗汉。头不到无的时啊，阿难达把你只谈1个罗汉。伊讲过了3个月足足，你会谈到4个罗汉。and then 你知无啊？忽也未出山啊，一个老和尚看到大人伫吼。and then 这个老和尚，伊把你只做和尚啊，伊讲，嘿，你人吼做虾米啦？身世无地鸟出会欢喜啦，唔使讲这个免做，那个免做，这个免做，他那身世无地，你要做虾米做你做。and then 咱的马哈加沙巴看，哎哟，佛经安尼啦，这佛经啊，算安尼垃圾啦，人哋安尼伫讲要四山做了，所以伊讲啊，3个月后要求拢总的会上500个，有了4个罗汉，拢总有行动力的人，住伫一个山坑。and then 要来考虑这个佛经的书打个了。and 3个月啊，阿难达再讲啊，佛讲的话无错。3个月等着我会谈 ，and 佛一名伊大土司啥物啊？土司接线，这行来行去，没谈就是没谈，要到个一个坎站啊，伊讲啊。无定着我拍拼过头 ，and then 你看伊帮令，这帮令呢，要伊要倒落门床啊，伊头壳安尼伫倒啊，伊系埋伏，伊正念，我伫倒，啊未到个门床呢，伊谈2个、3个、4个，才谈了4个呢，伊无动着头壳，伊摇起来，谈了4个罗汉，4个罗汉个无要紧，伊有行动力 ，and 伊用的行动力，飞去咧山坑。and 遐边啊499个和尚，有一个和尚有一个空位，伊知咧空位是互伊去坐伫咧空位诶。and 咱今日才讲这，你看武大讲的话真正无错。and 落来武大讲佫真正一项，伊个这叫做伊条人，伊个查某人诶阿爸，做乱武大要去食请，伊到底街路炸了伊加酒醉。and then 你看佛滑头，这滑头了后，佛伊到底叫一个人去听看武大讲虾米？佛这滑头了讲，哎呀，戆人，伊早莫互我过。今日来看，过加7日啊，伊死，and 伊死伫倒落，大啲门窗的房，楼顶房，落来一底是楼梯骹，楼梯骹伊头皮，伊上骨本吹无，and then。这个经啊，前下久我捌讲伫了，人请看咧请看我前过伫大山下讲，到咧日子啊，伊狗伊这马小撞来撞去，迄个楼梯车走了，砰拍到顶，安尼个请来孟加利，伊讲，这里毋是孟加利，咱袂使叫孟加利夹啦，夹啦，咱叫孟加利，睇孟加利骂我咧，袂使 sorry 啊，讲夹，伊讲你看过啥物啊？我若是走出来啊，你扛佢要掠我，塞我入房间。特别你知我下底上啊啲小啊咧啊，你来夹掠着这个王啊，要拖伊入房间，特别讲啊，伊说要车拖伊做入嘛，所塞伊倒出，就出了啦，你头壳闭，火舞起来，and 一身躯人讲滑落地嘅，所以这个你看不到讲的话。up to now 人真来讲来咯，安怎未错就是未错。嗰一项啊，2500几年前，武大大啲树丛较济，
这来关了咩？方位举头，方位举头一看到咩？升个花，升个花，升个花。按今日来看，科学们讲 ，everything is changing。你上古是无样诶，你无半项上古。那你讲你做无半项4万，你讲我无半项。现在你话哭着头壳会流血未？会流血，咱就讲我无半项。你把一粒是叫做卡拉巴斯，今日讲咩原子？原子拍出来是咩啊 ？electrons, protons, neutrons， 按你去拍开看一粒，拢总伫震动，无停。按你开起来啊，无土，无火，无水，无虾米，伊是安尼子呢。所以今日来看，拢总会一个原子拍开起来是咩啊？你拍开原子，安尼叫做原子炸弹，一粒落伫希罗西玛。百几千人死，人看无。所以武大讲的话，没错就是没错。even science 不咯，你难得要叫我讲这个经啊，我系讲脑子脑名讲未了，特别我讲这几项，所以第二项人要知啊。武大的话唔捌错，到看啊，真正一人只讲无影无只，武大讲无影无只 ，because 伊人无明白。假如若是真知武大的真的话，逐项有 proof 的，所以我逐个讲啊，我讲经了。过了后，你人假如无明白，你问我会答应你人。真正一人讲经听经了，你问伊上济伊起哄，我无，你问到3摆，你看我你会抓我袂，安尼我会贴来互你知。这是第2项。第3项你知无啊？今日啊，31年天顶啊，咱今日啊来出世做人，做人去啊，就是真正讲才气的人。了顶面6眼的红光，过了16眼的叫做色界天，了过4眼叫做无色界天。按这个讲了是做好，所以今日咱来出世做人，咱是做好。特别你好啊，真正有人讲我歹命，特别你去批评个阿公的无你歹命啦，你来去批评个去食你歹命好命，好命。要去食你批评我好命无？我歹命，我大日做讨食。你若是去批评到饿鬼，啦去食啊，真正好命。饿鬼真正歹命。咱讲到我若是做饿鬼啊，你去批评到地界的人讲啊，我来做饿鬼好啦，我唔使着关，唔使着赌，唔使着钱，我渐渐去讨食、找食、讨食。所以你看，你批评到地界，你真正好命。这真正是阿莫话是叫 relativity， 我当然话袂好讲啊 ，relativity 是真事实，你袂使讲你好命歹命，你人若是有了这个4项，你人是好命，他人我问你人4项你有无？你捌翘到3包无饭通食捌无？唔捌。你捌翘到3包无衫裤通穿无？唔捌。你捌翘到3包你无一个厝顶大啲个头壳？唔捌。你捌翘到3包你花病无2百钱买便当刀来食？唔捌。好命人。特别你人袂好命，你人就点想，安怎你点想甲罗文秀安尼好嘅，安怎我袂强个一半呢？你去批评甲了，安怎人卖批评甲去食啊？所以这个我是要讲人听。所以来我要讲啊，他那这条经啊，就惊到人。你来讲就我要讲啊，这条经不但啊，大抵这个叫做bamboo grove 是一个下面一个宾比沙拉王，伊和咱的佛一个暗，然后咧是叫做 bamboo grove 上边嘅，伊讲这条经，这条经伊就是讲有一个人佛叫佛的点上，有一个人，伊是叫做拍拉的人，直接咁去拍拉，伊个工课啥物啊？搭日去吹日巴。去掠一个鹿，啊！到掠鹿了后啊，佛教因着点上掠真正济，鹿真正济。咱伊若是掠着鹿了啊，伊大啲包伊啊，无感觉伊是白一了，伊无半项，所以大啲包呀，迄个鹿一抬了搭落好个肉，伊煮伊大啲食，食了剩个肉样才做，伊缀伫一个拿，咱伊行出来，咱逐个才
囡仔拢种囡仔讲咧，大啲巴外面看着，只好我淡薄白，好我淡薄白，然后咧一拿白，安尼一直搬淡薄搬互人，所以本有一点好诶物件，所以今日啊，大啲一直做，有一日一巴，无掠就半只落，无掠半只落，对来人家做。伊挽就好款的花，大啲巴有只花，挽一大吨。一只囡仔就讲，这到了好我淡薄白，好我淡薄白。伊讲我今日无白，来搬只花。但是加无就久了后，伊死，就死了的时候，咱来看，就随死呢，伊随出世做乌龟。安怎伊来出世做乌龟？安尼伊逐日伫拍啦，最后尾到树上，伊看到一只鹿，安尼伊堆。这个叫做接触 attachment，the last minute attachment， 伊堆只鹿堆。所以来出世做乌龟，俺我来看，伊出世全部都赤，那个头光无半项，俺我人知无？那是做乌龟啊，正无穿衫裤，你人知无？4罗万人知无？4罗万，俺都来也是啥物？嘛是白打来，那人饲的啊，在人在位上饲龟饲啥物啊？白打来。白搭是20几项的白搭，所以来看，这个就是，所以今日来看，不得讲啊，那个，所以啥物事啊？今日来出世做人啊，咱有通称，这大陆来对福气，这福气对大陆，前下久咱有保持最，有时我买保持互我囝，保持我大埔人，保持我阿嬷，保持我阿爸，然后一半时我保持。水满、面筋，也是咖啡，这个敢若是包的物件，所以今日你看，伊人称，你看有查某名呢做格400-500块，特别1万包200块伊敢买，因为人明年呢唔敢称，攞去称个安尼水死几啊呢，哇唔敢称，这伊较无福气，所以不得讲啊，来出世做人是福气的人，有做好法律才会赚。所以今日来看，这个人伊无做好，伊啥物啊？点拍杀，所以来出事啊！头将那个头光，你知无？真正济人捌看到有这鬼，你知无？有时看到鬼啊，无穿衫裤，3毛。你若听讲，伊有看到啊3毛，啥物属于3毛？我讲你听，因为伊无衫裤。咱伊香菇开，伊摕伊毛砍伊香菇，所以有当时你看规吨一鋪毛个了，这啥物事啊？伊是摕伊毛来砍伊香菇，所以这个就是伊对无福气情。reform， 不但听出来，看到乌龟有咩 reform 个咩啊？你看这个31年前，你去看地基的这个做乌龟啊。有诶15-16卡机诶关，伊人叫德国鬼。那有诶你去看6寸诶关啊，还没来一个你细项乌龟，目睭凸大诶，安尼细啊，了伊加了是肉，有诶加了是骨，deform 加了，有诶4卡白，有一个出世来头壳有西汤。你来看，我真正歹命，所以今日你来看，人惊着有一个头壳，两支脚，两支手，惊着有诶。但是你看着乌龟10个，你看着10号款，有诶架，有诶悬，有诶底，有诶长，有诶肥，有诶安怎样？ and then 有诶啊，目睭分，有诶目睭，有诶喙，大啲头壳分有 ，and then 伊大啲这边一动只长，一缩只物件，缩只物件。但你看，有诶目睭，毋是讲一个，有时2类目睭，1类目睭，有时几个了拢总有。所以 reform 第2项，第3项 terrible to behold， 大人看到大人惊 ，and it is 太 abnormal 啥无像个平常人，所以看了你会惊。And no drinks, no food， 食无水无。And then 这边福建嘅仔来讲 ，not even in dreams， 梦到讲伊食本无。
所以你看无，但是无福气啊，因为你忙着讲你食饱，本无通食，这样，安尼你一直行伫水面，安拄好一直行伫水面啊，有一个王叫做米米沙拉王，有一个叫做军师去烧台，台了对来拍赢了，伊对来伊个船啊，过伫幸福港，安伊个船是几十只船，阿米来，就伊 navy 来啦，咱袂使叫阿米 navy 来。咱用对的是，安咱这个官大伫船咧，看到一个鬼行伫水面，安咱伊捌听武大讲也无这牛鬼，就看到这个牛鬼人讲，哎呀，安怎你安尼刺激，安怎你安尼摇摇，安怎你个行伫水面，咱如果未踏着咧水讲，你骹踏着水无，伊浮伫水面，所以我逐个甲人讲，别日你人来看，但是后尾一个人伫。对你条条，你看看伊骹有动着地无？若是无动着地，你堪要走较好啊？是无踏着地，伊是 another different dimension 啊！你走就对啦，但你唔免走啦，若是拜佛的人唔免走。你知讲啊，有个人一念南无大萨巴嘎瓦多，一切都无了，你知？安有诶到底要出现咯？你看咩？伊要互你知讲伊坎坷。安有当时你看着你会知，像我的白，像我的直，像我的嘴嘴。伊有淡薄要show互你看，伊有这个物件，所以这个咱就知讲啊，唔通去阿咩激气啊咩，了咱understand 呢就好。所以咪讲，按照你打一个水啊，你骹佫未着水底，咱这个鬼讲啊，我今日要去一个所在，按这个所在就是我的亲戚位，你知有个人这边死。伊若是照伫做生意啊，伫掠鱼啊，掠虾米啊，在伊想到鱼的所在，安尼鱼的所在个伫工区，但伊个厝是无伫工区，扑伊出事伫遐边的所在，所以你来想法，有个人伊出事做牛鬼，毋是来出事，我伫内厝，住伫别位，伊讲我通要转去我的厝，看有虾米通食，安尼你知无？阮是做牛鬼啊，你去到内厝，你袂使讲啊，某诶。我不到要煮饭我食，我想你来讲落去，你无免走路。伊是鬼来了呢，所以安怎做？未讲未半项，所以看点点。但是人未晓，有你佛教呢，就你讲啊，你来看着安尼物件，应该你就较要布施。到伊出现了，你看就是伊要甲你讲，我真正坎坷。所以这个就是武大家讲啊。我通要对伊，无得讲，这个牛鬼就讲咩？我通要去一个所在，我亲戚的所在，看有虾米通食。按这个叫做古里亚就是这个官武，这叫做武剑的官，伊去烧台了对来，安尼伊知这个是牛鬼，所以安怎做？伊摕梅、三配，甲一块梅布，安尼伊个船挖去这个幸福港的边啊。安尼幸福港的边啊，遐边有巴伯剃头的人，就伫张卡。安尼伊送咧巴伯是咧剃头的人，送这个物件。安尼伊才讲，这送的时候讲，伊当咩伢子人好拄，苏吉达好拄伢的哟。意思是讲，今日我看到这个牛鬼，今日我互你这个背甲这个三背，随。好，这个牛鬼，按这边的讲呢，你看，福建的在咧，他那手什么？immediately 随伫这边啊，贝塔沙迪萨达呢嘛，嗰个牛鬼这边的好的尾巴呢，伊穿个红光衫了，按咱这边一直食呢，这边啊，这红光一笑欢喜了，所以这个伊要show你看。那这个官本有念这条诗，讲啊，就是应该咱若是看到安尼牛鬼，咱若是有这极善心了，咱就要布施。按佛教的点声，这个官就看到这个牛鬼了后，拄好佛啊，这里大伫别个所在，佛一暝伊看到啊，今日啊，水清人要来听经，安尼佛用行动力飞过来，大伫咧幸福港的边啊。按这古里亚就看到这个佛人啊，
伊挖去佛时阵真正才叫看到你，and then 请你来，我人伫这边要报事，and then 就佛在接受大点点接受，在接受了后了，这个古利亚就讲话，佛时阵我把你才看到这牛鬼，了我报事这个报甲这个物件，随随伊人谈，and then 不得再讲，安尼点声应该就要讲啊，无这牛鬼互人听。and 佛教的点声，佛用的行动力，4号款的行动力。头一项伊讲啥物啊？互我的回声真正侪拢总来。and 咧，你在一个北间到伫 Benares 到伫幸福港的边仔位啊，点无点你看500-600个回声拢总来。and 人看到，哎呀，莫看到安尼日安尼侪回声来。and 大人讲的，今日有真正机会要听好的经，and 拢总真正侪。对这回声来，这头一项，回声啲来的声，大人才讲的，今日真好的机会。第二项啊，不得讲啊，伊伫食的时，actually 3项，伊讲伫食的时啊，不得伫食了伫在食了要讲经的时啊，伊讲哦，互我的这个 Benares 的人来听经，安尼大人看到回声了，突死来。3,000人在伫咧幸福港的边啊，拢总人来，像讲啊，好自己像点无点声合理呢，拢总甲了看点要来听。第3项不得用的行动力，今日我要互人看到这牛鬼啊，这个就是叫做萨巴鲁达亚纳，佛会做，咱未做，佛会做要用的行动力，互大人会看，那面是落dimension，互你会看到。人大人看到啥物啊？这牛鬼，一看到这牛鬼，大人看到 horrified， 就青惊 ，emotion 感动，咱真正苦，咱你看人来看真正济，伫这边不到到底好看了，after 伊食饱了后，佢到底讲这个经，你听好看，大人所看到啥物 ？Rex。with strips of cloth， 真正济牛鬼啊！有通穿啥物啊？像叫人家查挖，有人知叫人家叫查挖，伊查挖啲个咧放尿嘅所在呢，无啥可通穿。查挖，大波查挖本是安尼样，啲查挖就 close by the head， 查某呢剃头毛啲卡咩非常高。And then search for food always， 你人嚟看。那是你看你饲鸡啊，你放你鸡出来，了你个外面烧你鸡啊，你再出去啊，你看只鸡啊，上街你鸡搞你等，咕，了大人大吹只了，吹只咩啊？规暝不到腰啊，清个就是清个暗只了，所以这牛鬼出来呢，你看清吹，所以这个就是不得讲啊。到伊来出事啊，就做牛鬼啊，伊是早起清个暗，无甲咱点声讲话姐，讲话姐伊不到腰啊，所以就清。安尼你看啊，较济伊人伫清啊时啊，真正济清无了啊，走去这边清无，走去那边清无，清无了啊，真正济唔在人，他们是腰。清了腰 ，and fainting, hunger, thirst， and then 你看行路颠来颠去，伊唔是食酒醉的颠，腰个无通，腰个这个乱，像讲 staggering 就是啊，动转摇来个摇去 ，shaking to the ground， 有啊，清了吹无了啊，倒落啲头壳，像唔在人嘅呢。แล้วมันก็อุลัดตัวตุ้งก็ขี้ไหลอันก็ที่ช่วยก็ที่เช่งก็ที่ช่วยก็ที่เช่งโซบุดาก็เจริญเก่งสิเจ้าจางโบกุย no good deeds เจ้าบุดาก็ฮับวิสุยรันทานานายังปุบะอากาตากัลยานากูสีจิตจำโหบูโจอันนี้มาตัวนี้เลยอีโซโตออกอันนี้โจออกเลยตัวสิเจริญจับหางเนี่ยไอ้สัตว์เซ็งไอ้เข่าเทไอ้เสียอิม
I 偏话 I 西抓龙珠 I 勒咩 and then I 讲人应话 and then I 大贪心 I 大歹心地 and I 大妄想要隨 shortcut to Nibbana 咁了long中即咁了唔對路所以這個就是講啊無好做好 tormented by like burned by fire 真正是腰個無通食了啊因為上古烏上個類樹頭啊可能燒了烏去烏暗烏去and then 你看按這裡講話是啊要吹出火這路人聽你看有時不多有時亂拗的出暖水啊一吸個了水熱所以這邊啊苦卡腰啊按這裡出火and then 這邊布拉個講 wicked Papa Dhamma 就是無一點好伊人所做無一點好 and 伊人是做故事做啥物 housewife garani 啥物啊大啲出來啊會使講好命的人大啲出來袂歹命伊人 housewife 有的是 models of good family Kula Mataro 是啥物啊好家人的囝兒好家人的某 and then 啥物攏總照教 and 囝兒來看啲做牛鬼 and 無一點好規血規滑規正攏總無Lord Buddha ko kong abundant food and drinks so much so that they are thrown away. Kong what tito lang e tiam siya. Why mi kya chia be liao. After what chia be liao la walang to he kap. Hami si mai ho lang. Anui i kong a lu ho lang chi tao tatajit i lai to. Lu tam tam ho ye tatajit i lai to. So ti chi pe nga Buddha kong a. Kya di lu la se kwa jo chile hui siang kya di le mui a. Sin no hang. Chi hang a mi a. ลูกขวาจะลูกกินไอ้ลูกกงจิบรู้หลังตัวสิจำคุยมือน่ะท่า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จะแล้วถ้าถึงรู้นะโบกอีจิบไรชูเท่าเทมิกันแล้ว所以รู้เฉลยตัวสิกงอ่ะจิยาออกในหลังอันนั้นแกที่ลูกขวาจะเฉลยหัวเสียวอีแค่จำเท้าชี้อีโบขวาก็รู้อันนั้นหัวหลังน่ะอีเขาเสียวกี่หัวหลายที่ว่าบักเจงแล้วอ่ะว่าเองก็จะทำให้ช่วยตำบุมิกันเขาอ่ะอันรู้ใจบ่อุตังสิว่าตัวที่ศรีลังกาที่โทจะว่าแกทั้งว่าหลังบ่ใส่กันจิกันชูอมลาวว่าตุเขียก็จิกันสิกุลีชูว่าไม่เขีย because เขียวจิกันว่าหลังตุขีอันนั้นลูกขวาว่าเขียวก็บ่ปวดเพราะทั้งนี้ขัดนอเท่ากันถึงต้องก็สิได้จ้าอีบ่ไหลแห่ที่เลยบาดเฮาลูกขวาอีบ่เฮาลูกขังชิวขีแล้วหัวน่ะสิขังชิวกันบ่พอหังeven ยามบ่เนาะอีขัดนอเท่ากันยามแห่ที่สิได้จ้าเฮาลูกอีบ่เฮาลูกก็งานลูกหลายก็ว่าชูลูกญาติไปจับสิวตำบ่มีญาอันนั้นว่าหลังตะกจับ就是ว่าหลังก็เฮาลูก平安เฮาลูกจะได้機會เฮาลูกกลีคุยจะได้ข้อ所以这个布达讲啊是这个老行呢那路人看就看这路人到底了嘛面前本是安尼样看路是要看了嘛做完还是看了嘛有情的嘛那路那是看了嘛有情甲了嘛路是好的人那路呢是想讲做乱了 old fashion 了所教的物件拢总无影无只啊路个要去考的所在所以这帮啊所以講你看個人啊，驚啲啊，古時話阿三，唔是話阿三了。古時話厝你看厝，特別厝無半項，所以驚啲我明白啊，世間嘅物件是照樣無貪雜氣，所以伊大啲這邊啊，伊這個牛鬼啲殘，所以真正這路咱看到牛鬼啊，有嘅啲好啥物物件，好講伊人啊。看我做啥物真正好欠了啥物啊死了无十半项去按啲这边嘅叫你一千斤嘅事你会记不得伊啲做菩萨的点啥你所好你早去你所地唔敢放拢总都放下你人想好看这句话不得讲的话对无今日啦达行烧到自己都唔知人了是啊！哎呀，我
一箱的金器啊，死啊啦，我都无人知，啪，出事做魔鬼。阿咪说啊，你点接触我啲物件？把你好了时啊，这个功德不大讲，sabe sata kama saka, kama daeda, kama yoni, kama bandu, kama patisarana， 这道经不大讲呢，因果是对你好，你炸这个因果去，炸这因果你好高呀，你要出事，好嘅人嘅惊字。唔是讲啊，天公吉祥如好啊，佢出事好嘅人驚住，你整佢好夠嘅 ，automatically 你去大好嘅家庭個話經，個談就好嘅阿媽，細細漢嘅啦，你看請阿三係咩啊？阿三漸漸過路係咩啊？小玲，哎，咁樣阿高來，小玲，塔尼莎，塔玲小咗，哎阿高，偷這個尼莎。成這個卡布位，後尾說，王高是對大陸對應過來，所以將這個看，你歹命好命是對啲大陸來，對這個隆重應過嘅物件。所以我講啊 ，7 ornaments 啊，這個隆重嗰兩個幫嘢，特別驚住我係靠10分錢也靠，所以驚住話。我真正來咯，這牛鬼啊，伊也未死嘅點先啊，伊會知講伊要去大陸，咱人唔知。安尼阿咪說，伊人要出事啊，伊人叫做 spontaneous birth，anything 啊？啊，冇事啊。所以你知啊，這個將至若是講啊，人將至會曉直直做好啊。伊人做牛鬼，人看到，哎呀，我驚故事我是好嘅人嘅驚字。將至我來出事做個鬼，只要坎坷，青無大無 ，and then 我人破病，係咪真正凄慘？所以這個事行 ，and then 你人看到係咩啊？後過我嗰要出事做人，我是做哪嘅人？我是廿肚頭嘅人，我是這個 scavenger 多曬多少㗎啦 ，and then 把自己這個要保持嘅，看下啲出事好嘅人，要出事好，那一個直做好，把自己伊人咁樣來出事啊，大富翁，大行糟糕 ，and then 不得講啊，有個人嘅好命，大啲一個篱笆，過一個篱笆，是蝦米意思啊？大啲出事做驚事啊，阿三查某間落仔啲過條條。and then 舊啲大漢不咯，查某間落仔啲過伊個了，所以啲過伊只清大困，真正爽，真正好命。所以這個我就是講安尼物件，所以今日老人想，若是搞嘅人啊，想甲咱嘅父母，唔得講啊，到你來是想甲咱嘅父母了後，咱想甲伊人嘅錢，伊人放血好啊，還是伊過啊，還是伊互我讀冊。應該咱就要保持了回向。咱真正多人講啊，所以喏，若是講我親家死了伊無做無鬼，那我開一個咪不到咯。但這邊不到講啊，死了你要做好你媽，但係你媽無治了，伊唔是做無鬼，伊做別行，伊若出事地嘅，伊無談。7月物件人講啊，地嘅開了，即係鬼出來，這個是無影。所以所拜是拜這個叫做好兄弟。所以這個假了咱知，這就是啊，唔通講啊，嗱成日啲拜安尼了，伊人無治了，我拍生我淚。這個唔，你若是拜了，唔得講。你媽無來，特別你別你阿媽、別你兄弟啊、別你親戚我來，但所以你人逐個念嘅是，伊人無兄弟人好拄，特別這邊伊人咩，我甲咩像，我是我人，咩是我嘅啊，所以你若是你回向互伊了嘛，別你親戚我來食，那伊若是講去出事做禽獸，伊無談；出事做翁公，伊本無談。出事做這馬布拉瑪咪個咧，伊本無談，特別做牛鬼談，做牛鬼啊，actually牛鬼較濟過咱人，所以真正濟你看，
人死了出现互看，有诶出现互你看伫梦，伊互你甲你讲啊，伊头规规，啊你看者头规规，伊要互你知讲，我坎坷对称。所以有诶人咧，伊送伊做布施了后，伊送你淡薄布，水满，像献个纸，哦，伊送你一条布萝卜，我人做水满去种叶，哦，互你一条咖啡。阮是有一个布，伊有一个红光3块，and then 若是讲，若是无半人来趁，天天愈伫布施，后过愈出事，逐项愈照教的物件。所以不得教人，若是教的人啊，就要布施，想甲咱的讲嘛，按对咱这个当人的风俗，是咱当人，若是叫人家风俗本有这物件，所以这个就是清明7月甲12月。咱女人唔通去相信，因为这边什么事啊？佛经的再来讲啊，大抵这个白道我啦，女人唔通去相信讲伊人有地位，伊人有这个僧徒，伊人有这个摩托卡，这个甲了不大讲啊，大抵遐边无人买，无人卖，无钱，无银纸，所以你看正佛教，伊人无烧这物件。啊，你若想看，若是有影啊，无人无烧这银纸无，啊，咱假啊也是无，也是凡人也是无，所以这甲了唔对路，所以咱你人若要假啊，做一下假，有诶时有诶爸母伫车惊，哦呀，这个无咧，无这个无咧，没关系，特别 use your common sense 慢慢 stage by stage 啊，所以我就啲 end up， 好多人问 certain things 人无明白，会使问，但我 answer 了人啊 ，yes 哈，好，伊若是无好梦，就是真好，因为现实伊人无讲坎坷了，无来找你，而且你梦是4号款的梦，那这啊，人家有我甲人讲啊 ，up to 10:30哈，啊哈。啊，那无梦的咪生好啦，伊人无人做乱讲伊坎坷啊咪平安啦。特别若是啊，像这个啊，伊来偷食，伊出事做乌龟了啊，过安尼啊啊 ，anybody like to ask？ 就无咱来讲杀戮啥道啊，杀。